各位聽眾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講最近一個好令人唏噓嘅消息。尖沙咀海運戲院呢間屹立咗超過半個世紀嘅地標戲院，宣布將會喺2025年6月2日因為租約到期而結業。呢間戲院唔單止係1星期內第2間結業嘅戲院，亦都係今年第5間同我哋講再見嘅戲院。海運戲院自1969年開幕以嚟，陪伴咗一代又一代嘅影迷成長，見證過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同時代變遷。佢嘅結業唔單止係一間戲院嘅結束，更加係香港電影業深層次困境嘅一個縮影。今日我就會從海運戲院結業呢件事出發，同大家一齊探討香港戲院結業潮背後嘅行業問題，仲會展望一下香港電影業未來嘅發展方向。首先，海運戲院結業唔係一個孤立嘅事件。近年嚟，香港嘅戲院行業真係好低迷，結業潮一波接一波。單2024年一年就有至少9間戲院相繼謝幕，包括朗豪坊嘅 Cinema City、銅鑼灣嘅總統戲院、九展嘅星影匯、嘉禾啟德等等。去到2025年，海運戲院成為今年第5間結業嘅戲院，而嘉禾院線旗下而家剩低5間戲院仲喺度營運。自2020年到而家，香港已經有超過27間戲院停業或者結業，票房收入更加喺2024年跌到13.4億港元，創咗13年新低，比前一年再跌咗6.2%。點解會有咁多戲院結業？原因真係好複雜，但主要可以歸結為經濟壓力、觀眾行為改變同行業結構性問題。第一，香港租金同經營成本真係高到離譜。海運戲院位於尖沙咀黃金地段，租金壓力可想而知。就算有啲戲院擁有自有物業，例如銅鑼灣總統戲院，都因為經營困難而結業。第二，觀眾入場人數少咗好多，惡性循環就更加嚴重。一家大細去睇場戲，連票價、零食同餐飲動輒都要幾百蚊，甚至上千蚊，好多市民都望而卻步。加上疫情之後，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分流咗好多本地戲院嘅客源，內地票價平好多，吸引唔少觀眾選擇跨境睇戲。更深層次嘅原因係娛樂模式嘅改變。隨住互聯網同串流平台嘅快速發展，市民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到高質嘅觀影體驗，又慳時間又慳錢。特別係年輕觀眾，戲院已經唔再係佢哋首選嘅娛樂場所。同時，電影質素參差不齊都影響咗觀眾入場嘅意欲。本地電影製作陷於低潮，荷里活大片都未必吸引到足夠票房。香港戲院70%放映嘅電影都嚟自荷里活，港產片只係佔1成半。當全球電影市場表現疲弱嘅時候，香港都好難獨善其身。香港戲院業嘅困境唔單止係單一因素造成，而係業主、院商同觀眾三者關係失衡嘅結果。有學者譚以諾指出，政府好多時都將結業潮當成個別事件，而唔係結構性問題。呢種取態真係幫唔到解決行業困局。事實上，當結業事件接連發生，已經唔再係個案，而係一個社會性問題。戲院業嘅經營模式真係要調整，先可以喺高成本同低收入之間揾到平衡點。以票價為例，票價貴真係觀眾唔入場嘅一大原因。每年一度嘅全港戲院日，用劃一30蚊嘅票價就吸引咗19.4萬人次入場，入座率高達83%，證明咗票價對觀眾行為嘅影響好大。但如果戲院長期減價，又點樣 cover 到高昂嘅經營成本，包括租金、電費同員工人工呢？有啲戲院甚至放棄早場放映去節省開支，例如黃竹坑 Southside 商場嘅英皇戲院 Plus G21，每日首場放映已經延到下晝5點之後。呢種策略雖然短期可以減輕成本壓力，但長遠嚟講，只會進一步減少潛在客源。業界人士亦都呼籲租金適時調降，覺得戲院作為商場重要嘅人流吸引點，應該有更加合理嘅租金待遇。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話，戲院數量減少會直接影響電影收入，進而削弱業界對拍攝電影嘅投入，形成惡性循環。但業主方好多時都以市場機制為由，唔會主動降租。院商同業主之間嘅博弈就成為行業復甦嘅一大障礙。戲院結業潮唔單止影響院線經營，更加對香港電影業嘅整體生態構成威脅。作為特區政府高度支持嘅產業之一，電影業同戲院嘅命運真係唇齒相依。
當戲院一間接一間倒閉，港產片嘅放映機會減少，成本回收難度加大，直接衝擊本地電影製作嘅意欲。而家香港電影市場高度依賴荷里活大片，港產片只係佔市場1成半嘅份額。雖然近年有誤判、破、地獄等港產片喺票房上表現唔錯，但整體市場頹勢真係好難扭轉。更令人擔心嘅係電影審查制度收緊，增加咗創作風險，審查標準唔明確，令製作人望而卻步，創作自由受到限制。同時，內地市場對港產片嘅吸引力下降，以前作為重要票房來源嘅內地觀眾，而家更傾向睇本土電影。香港電影喺內地市場嘅份額持續萎縮。另外，戲院數量減少，仲可能影響電影文化嘅傳承。海運戲院、總統戲院等歷史悠久嘅戲院，唔單止係睇戲嘅地方，更加係香港電影文化嘅地標。佢哋結業，意味住一代人嘅集體回憶隨之消逝，亦削弱咗電影作為文化載體嘅社會影響力。有影迷喺海運戲院結業消息公布之後，特意去到現場影相留念，話呢度承載咗童年同家人一齊嘅時光，結業真係好唔捨得。呢種情感連結嘅斷裂，對香港電影業嘅長遠發展真係一種無形嘅損失。面對戲院結業潮同電影業嘅困境，香港一定要揾到突圍嘅方法。首先，戲院業要改變傳統經營模式，通過創新去吸引觀眾。例如，有啲地區嘅戲院已經引入情侶座、按摩座椅或者特色主題場次，提升觀影體驗。同時，票價策略都可以更靈活，例如針對長者或者學生推出更多優惠場次，吸引唔同客群。屯門嘅4間戲院能夠喺結業潮中幸存，部分原因就係早場票價相對平，而且同街坊建立咗深厚嘅情感聯繫。呢種社區化嘅經營模式，或者可以為其他戲院提供借鑑。其次，政府喺行業復甦中應該扮演更積極嘅角色。全港戲院日雖然短期可以刺激票房，但補差價嘅模式好難長久持續。政府可以考慮設立專項基金，支持戲院渡過難關，或者通過稅務減免緩解租金壓力。另外，針對港產片嘅創作環境，政府應該放寬審查限制，鼓勵多元題材嘅探索。仲要提供更多資助俾新晉導演同中小型製作公司，促進本地電影嘅復興。最後，香港電影業要重新定位自己嘅角色，喺全球市場中揾新機遇，同內地同東南亞地區嘅合作或者可以成為出路。通過合拍片或者區域性發行網絡，擴大港產片嘅市場覆蓋面。同時，善用數碼平台都係大趨勢，有啲電影可以選擇院線同串流平台同步上映，接觸到更廣泛嘅觀眾群體。海運戲院嘅結業，標誌住香港電影業一個時代嘅落幕，但光影嘅回憶並唔會因此消散。正如嘉禾院線所講，海運戲院陪伴一代又一代影迷，見證唔同電影年代嘅時光流轉，佢嘅精神會永遠留喺影迷心中。但面對行業寒冬，香港電影業唔可以單靠回憶支撐，一定要正視結構性問題，通過創新經營、政策支持同市場拓展，揾到復興之路。海運戲院嘅謝幕，或者正係行業反思同重生嘅起點，讓我哋一齊期待香港電影業喺寒冬過後，可以迎嚟春暖花開嘅一日。多謝大家收聽。本文內容由人工智能生成，旨在提供資訊及分析之用。文中觀點、數據及結論基於現有公開資料同人工智能模型嘅推斷，可能存在誤差或者未完全反映實際情況。讀者或者係聽眾喺參考本文嘅時候，應該自行核實相關資訊，並結合個人判斷作出決定。本文構成任何專業建議或者法律意見。創作方對因依賴本文內容而導致嘅任何後果唔承擔責任。如有疑問，建議諮詢相關專業人士或者查閱官方資料。